弟兄姊妹，你哋好。心動時間今日分享放心，享受與肢體相處。肢體呢就係教會慣用語，係表達呢弟兄姊妹呢係耶穌基督嘅身體。我哋嘅關係就好似手手腳腳身體器官咁樣樣，有手足之情，肝膽相照，彼此呢唔能夠分割嘅意思。教會弟兄姊妹嘅關係呢相當嘅密切。未有限聚令之前呢，我哋呢個禮拜都一齊嘅敬拜主，一齊嘅聽道。每個星期或者隔個星期，我哋都有小組嘅時間，大家坐埋一齊分享分擔。有時候呢，我哋都會一齊嘅去參加祈禱會啦，一齊參與侍奉啦，或者係一齊嘅飲茶食飯等等。有人形容呢，我哋見弟兄姊妹嘅時間仲多過見自己屋企人，一啲都唔誇張。唔知你享唔享受弟兄姊妹相處嘅時間？我相信答案係正面嘅。我哋嘅信仰早已經融入咗日常嘅生活當中，無論衣食住行啦、結婚生仔、搬屋、裝修、睇醫生等等，都會彼此嘅關心，互相嘅關照。有人相當精明，邊度有平嘢、靚嘢，或者係有好食嘅嘢，就會介紹俾弟兄姊妹。曾經有位弟兄攞到好靚質地嘅男裝 T 恤，就送俾我哋每人一件。我哋着喺身嘅時候呢，心裏面好珍惜，好享受呢一份嘅情誼。弟兄姊妹，真係呢，我哋係着緊同一件衫，就係主耶穌所賜嘅聖潔嘅外袍。外袍裡面呢，就包住從神而嚟嘅愛心。我哋有同一個心思意念，呢樣嘢先係最重要。享受同肢體相處，唔單止係有福同享，大家一齊開心，一齊嘅笑。有時呢，都要呢有難同當，我哋一齊嘅難過，一齊嘅流淚。當弟兄姊妹遇到一啲嘅困擾、疾病、患難，甚至紛爭、問題等等，我哋比起有福同享嘅時候呢，更加上心，更加嘅去認真，更加着緊。大家認定我哋係連於耶穌基督，互為肢體嘅一家人。主將我哋擺埋一齊嘅目的呢，除咗係恩賜彼此嘅配搭嚟到服侍主、服侍教會之外呢，同時呢係要我哋呢好放心咁嚟享受肢體嘅生活，彼此嘅相助，建立教會嘅同時呢，亦都建立自己嘅生命。保羅咁樣講，惟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凡事長進，連於元首基督，全身都靠他聯絡得合適，百節各按各職，照着各體的功用彼此相助，便叫身體漸漸增長，在愛中建立自己。弟兄姊妹，以上係教會肢體相交生活裏面呢好重要嘅提醒。我哋呢好想自己好放心、好盡情咁去享受弟兄姊妹嘅相交，呢樣嘢係好好嘅，已經做啱咗一半。另一半呢，就係呢，我哋應當呢刻意咁去營造，使到弟兄姊妹都一樣咁樣放心、盡情咁投入教會嘅肢體相交生活。秘訣就係惟用愛心說誠實話，凡事長進，連於元首基督。惟用嘅意思呢係不二之法，冇其他方法。要用愛心同誠實，我哋都唔會對唔誠實嘅人好放心，因為呢個係人之常情。誠實固然重要，但係呢更加重要係以愛為基礎、為出發點，講咗做咗，要達到愛嘅目的。以前呢我都試過撞板，自以為有愛心，只要呢講嘅嘢係事實就得啦。唔單止呢咁樣呢鼓勵唔到人，更加有時呢會傷害到人，令人有挫敗。弟兄姊妹，我哋唔好捉住一啲嘅優點、好嘅品格，
就會覺得滿足。好似有啲人話：我唔虛偽㗎，我講嘢就係咁直㗎啦，為你好，冇惡意㗎。但係呢，保羅呢提醒我哋要凡事長進，意思係呢喺各方面都要顧及，有智慧去到達標。呢種長進係必須呢連於耶穌基督，之後呢就會有意外嘅驚喜。大家呢越嚟越夾，越嚟越放心，越嚟越享受大家嘅相處，而且呢能夠喺愛中呢一齊被建立。大家係咪好期待呢？不妨去默想下呢兩節經文啦。願主祝福大家。